好，歡迎大家嚟到中華書局同香港人民哲學會舉辦嘅中華經典閱讀系列講座。我係主持人陳小歡。今日咧就係我哋呢個系列講座嘅第13講啦，亦都係本年度最後一講啦。都好多謝咧大家呢幾個月嚟嘅支持。咁我哋嘅講座成功咧都係全靠各位嚟支持我哋先可以將更加多嘅經典著作咧去介紹翻俾大家知道嘅。咁我哋今日嘅題目咧就係神奇的譯經，從李羅奪冠與奧巴馬勝選談起。咁我相信好多人都知道咧，譯經咧係中國傳世最古嘅典籍之一啦。咁佢亦都被尊稱為係六經之首嘅，係中國好重要嘅經典，即係古代典籍啦。咁譯經咧係一本好特別嘅書，佢又同《論語》啊或者係《莊子》等等嘅書好唔同嘅喎。佢咧就即係會有一套圖像符號同埋一啲文字組成嘅嚟描述狀態變化變易嘅一本書。佢咧既係一個尖細嘅書啦，同時又充滿哲理同埋歷史嘅喎。咁其實咧喺我哋時至今日咧，譯經都依然咧好影響住我哋嘅生活嘅喎。好似我哋平時咧都有陣時會講潛龍勿用啊、否極泰來啊、抑揚初伏等等咧，其實都係嚟自譯經嘅喎。咁我哋咧今日好高興咧可以邀請到咧研究咗譯經好多年嘅周碩福教授咧，為我哋去即係講下呢個題目。咁周教授咧而家就係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名譽副教授嚟嘅。咁佢亦都曾經任教中山大學中文系、香港大學中文系嘅。咁佢同時咧亦都係國際譯學聯合會嘅理事啦。佢就專注研究好多譯學啊，或者係一啲文學、藝術等等語言。咁都可以見到周教授咧係對於唔同嘅範疇咧都涉獵到，而且都係好學識淵博嘅。咁佢周教授咧亦都著有咧譯經詳解與應用、詩經選等等嘅書籍啦。咁即係相信咧大家都好期待周教授去介紹翻呢個譯經係一本點樣嘅書俾我哋知。咁今日周教授亦都用一個好特別嘅題目啦，就係即係用李羅奪冠同奧巴馬勝選咁去談起究竟譯經有幾神奇嘅。咁我哋都唔多講啦，就請大家以熱烈嘅掌聲咧去歡迎周教授。多謝各位，聽到啦，聽到。大家好，晚安。今日同大家一齊研究下譯經嘅問題。咁其實咧就大概係5年之前，就我喺中環嗰個3年嗰度咧，亦都做過一個咁嘅講座。因為當時啱我呢一本書出咗冇幾耐，所以就做咗一個咁嘅講座。不過而家事隔5年咧，就好多觀點啊、睇法啊都有咗發展，所以唔會炒冷飯請大家放心。咁好多新嘅觀點啊、新嘅睇法啊，甚至新嘅資料啊，或者講有啲係新嘅發現啊咁樣，呢啲內容咧就承蒙中華書局咧就又同我出咗一本，就係關於譯經嘅咁嘅書，就下個月就會可以印到出嚟啦。咁大家要詳細了解咧，就可以喺嗰本書度睇到。今晚我只係講一啲比較或者係講重要又好，或者講係大家會有啲興趣嘅問題又好，集中嚟講一講。咁我姓周啊，亦都可以講係文王之後係嘛？咁我名裏邊咧就有周易2個字嘅，你要睇下啦。所以咧就我同周易就好有緣，同譯經好有緣。咁所以5年前做過一個咁嘅講座，而家咧不妨再講，但係有新嘅內容。咁譯經大家都知道啦，非常之出名，包括喺外國都係好多人研究。但係經過幾千年，大概3000年左右啦，咁多人嘅閱讀、研究同埋應用，最近呢幾十年咧仲掀起咗好多嘅熱潮。
係嘛？成立咗好多學會，又發表好多文章，出版好多書籍等等。咁本來應該搞得一清二楚啦，好多內容係咪？但係其實唔係，好多內容我都未搞清楚，未解決得好嘅好多問題，包括一啲比較重要嘅問題。因為我呢幾年咧，我寫呢本書之後，我繼續就一路都有搞呢個問題，成日都有啲新嘅發現，有啲新嘅發現，所以咧就好有興趣嘅大家你哋如果有興趣讀一讀咧，自己讀一讀易經，亦都會相信亦都會有呢種感覺。佢真係可以使你嘅思維，使你嘅睇法會常常會不斷咁樣更新，因為易經嘅易字就係變化嘅意思嘛，所以知識亦都係要不斷進步，不斷發展，不斷變化。咁譬如話，我話好多問題未解決，咁當然我認為我解決咗一部分啦，係嘛？但係解説係點咧？大家可以去評一評。咁譬如話，易經係一本咩書？呢個係一個好基本嘅問題，但係亦都係重要嘅問題。一本咩書？寫咩嘅？為咩嚟寫？做咩用嘅？咁本來係好基本，但係到而家咧都係莫衷一是，各家各說，未能夠取得共識。譬如話比較多嘅觀點就係認為占筮書啦，占卦算命推測運程等等呢個內容嘅占筮書。咁呢個比較流行嘅觀點，同埋比較多人主張嘅觀點，呢個從古以嚟都係咁噶啦。咁但係近於特別係5·4以後咧，有好多新嘅觀點咧就冒咗出嚟，但係好多都有一定嘅道理嘅。譬如話講嘅一本哲理書，咁其實佢裏邊有好多哲理，但係有啲人認為咧，佢就專門就係講哲理嘅。包括政治哲學、生活哲學等等，咁呢個有一派嘅觀點。又有一派嘅觀點咧，就係認為佢係一本純粹嘅歷史書。當然佢有好多歷史嘅內容，我最近呢2年亦都發現咗啲新嘅喺佢嘅關鍵詞裏邊，以前未有人發現過嘅，但係相當重要嘅內容，即係可以證明到。易經的確係好似我所主張嘅咁樣，係喺西周後期至寫成嘅，唔係喺西周前期。因為佢嗰啲內容咧，嗰啲歷史內容就係西周後期嘅。咁我呢度就唔講啦，就另外有時間再同大家一齊嚟到交流。咁就講下歷史書，就認為係咩咧？因為好多人主張係西周前期嘅，甚至係商周之交嘅，嗰個時候嘅作品。咁有啲人咧就認為佢係專門係寫咩咧？係武王滅紂，武王滅紂，滅商興周呢個過程嘅歷史記錄，認為呢本書就係寫呢啲內容。當然佢哋會有好多解釋，係有人出過咁嘅著作。另外咧，仲有一部分學者咧，就甚至指名道姓，認為就係某某高官或者係某某嘅大臣寫嘅，用曲筆嚟寫成嘅傳記，講佢自己嘅經歷，一個傳記。咁呢啲咁樣嘅觀點就即係大家各持一說啦，當然。咁但係我認為咧，佢哋都有一定嘅合理嘅內容、合理嘅元素喺裏邊，但係就唔全面，唔全面。所以我經過咁多年嘅研究之後咧，我覺得佢原先就係一本占筮書，肯定呢個。佢首先最重要嘅。佢就係一本占筮書，佢最重要嘅作用就係用嚟占筮喺當時喺西周嘅皇庭，因為佢係藏喺皇家嘅秘室裏邊嘅咁嘅典籍，專門係用嚟占筮，俾周王嚟提供
各方面嘅參考嘅，各方面嘅參考，所以佢係冇錯係一本佔世書。不過咧，佢就唔係普通我哋心目中嗰種好似風水佬呃你12、8年啊咁嘅所謂流嘢行貨，佢就唔係，佢就一本係相當靈驗嘅一本咁嘅佔世書，相當靈驗。我講咧，佢係呢度印咗出嚟啦，佢係現代科學發展之前由中華古代智者所創立，即係由我哋嘅先人所創立，用圖像符號結合文字嚟到表達嘅，能夠有效咁樣反映自然、社會同人生變化嘅一套萬用程式，一個推導系統，一種思維方法，就係所謂像素思維。呢個係我嘅新觀點。有人講過，我覺得好合理，咁樣嚟認識佢嘅占筮，所謂占筮呢個功能，佢就唔係一般嗰啲咁嘅算流年算命運嘅一般咁樣，而係相當準確添，相當準確。咁現代人咧，因為現代科學昌明啦，所以有好多推算預測嘅方法，係嘛？無論係自然對自然界嘅變化，或者對社會各方面嘅發展變化，亦都會有好多人會作出各種嘅預測，經常會有嘅，所以前瞻性嘅一啲咁嘅睇法。咁現代科學昌明，所以咧佢哋要進行計算、要進行預測咧，就有好多嘢可以參考嘅，有好多理論啦，係嘛？呢個定理啦、公式啦，或者啲圖表啦，同埋各種數據啦，佢哋有好多呢啲咁嘅資料可以參考。但係古人就冇噶嘛，古人就冇，咁佢哋要預測靠咩咧？就係靠易經，主要就係靠易經。因為中國嘅而家有好多種方術啦，後來呢啲方術都係從易經發展出嚟嘅，易經係根本。咁所以佢哋要推算、要預測，要靠易經。你譬如話諸葛亮，係嘛？呢個赤壁之戰，佢要草船借箭，咁就要測到邊日會有大霧，佢要博大霧啊嘛，係咪？咁就靠咩嚟測咧？就係靠易經。火燒赤壁，咁佢又要借東風噶嘛，咁又要知道邊日翻風啊嘛，佢係靠呢啲嚟測算。咁其實古時候好多嘅軍師好多國師嗰一類嘅人物咧，都係好精通呢個周易嘅。唔單止中國係咁仲影響到周圍嘅鄰近國家，包括朝鮮、日本、越南，當時佢哋都受中國文化影響好深嘅。所以好多人亦都係喜歡研究易經。譬如日本明治維新嘅時候，嗰啲領袖人物或者佢哋嗰啲顧問，佢哋啲軍師，好多咧就會占筮，直情就從易經嘅占筮裏邊咧嚟到取得一啲參考，包括甲午戰爭嗰啲嘅情況都有。可見咧呢個古人咧就係好重視呢本書同埋佢嘅應用，好重視呢本書同埋佢嘅應用。咁古人有古人一套，今人有今人一套。咁我哋能唔能夠用今日嘅呢個所謂科學觀點嚟到否定嗰陣時嗰一套咧？我覺得唔得。佢易經係好早出現，但係當時啲人係行之有效，用佢係有效嘅、有用嘅，好多時候而且好準確嘅，係嘛？所以我哋只能夠話佢係咩咧？係一種前科學嘅產物，喺現代科以前嘅產物。但係亦都係從另一個角度講咧，佢係超科學嘅產物。有啲現代科學解釋唔到嘅嘢，做唔到嘅嘢，佢可以做到。你譬如話，奧巴馬選總統係嘛？臨近嗰一個月都非常之激烈，兩個人競爭同羅姆尼。
啊，嗰啲民調咧嘅數據啊，好接近，有時你領前，有時佢領前。呢個應該讀個調字，唔係讀個調字。調查就讀個調，調查讀個調，調整就讀個調，調查就讀側聲讀個調，民調所以應該係咁喺度作出各種嘅，亦都係預測，係嘛？咁但係有啲人話奧巴馬會升，有啲人咧又話羅姆尼會升，而且一時一樣，過幾日又唔同啦。咁即係話咧，一定要到最後選舉塵埃落定，到最後嘅結果揭曉，然後至真正能夠知道邊個贏。但係我用易經一算咧，佢未投票之前，我用易經一算咧，就已經算到出嚟。即係話易經話俾我哋聽係邊個會贏。咁你啲現代科學暫時未做得到啊，佢做得到。咁後來證實果然係嗰個過程。同埋個結果同我預測嘅結果幾乎一樣，咁呢個係咪撞彩咧？呢個唔係，因為我唔止一次，譬如我呢度舉咗2個例啊，係嘛？有啲體育嘅比賽，其實咧我譬如今年以嚟我都有即係要講興趣，要講自己嗰種感覺，我覺得不如試一試測一測。咁我哋測就唔係話凡事必測，咁你哋連門口都唔使出㗎啦。就譬如話今年以嚟我都有好幾件比較大嘅一啲事情，譬如話1月嘅時候，台灣嗰個總統大選啦，3月嘅時候香港嘅特首選舉啦，呢啲都係好激烈㗎嘛，個競爭好緊湊㗎嘛。嗰個情況，仲有7月有歐洲國家杯足球決賽，係嘛？意大利對西班牙，當時好多人都好有興趣嘅，我相信好多人都好關心。咁我又算過，咁包括到而家呢個美國總統大選，咁都淨係今年以嚟我都算過好幾件，好多件。而家都係一啲比較大嘅事情，可以話俾大家聽。依幾次我全部都算準咗，係100%，係100%。咁但係能唔能夠話我以前算嗰啲其他全部都100%咧？呢個唔能夠咁講。但係我覺得有7、8成都已經算唔錯係嘛？已經算唔錯。你而家啲所謂現代科學，你估有100%咩？你包括天氣預報，咁而家都準咗好多啦。舊時係冇咁準嘅，所以聽人講嘢話，佢嗰啲係啲天氣預報，即係好似話5波咁嘅啫，或者最多係6、4，講嘅嘢唔係一定係10足10嘅，咁就話等天氣預報。咁而家就唔係啦，而家都好準，相當準，但係都係有時有誤差，係嘛？你講股市，大家好關心嘅嗰啲走勢，嗰啲起跌，每日都好多人喺度預測，係嘛？用各種各樣嘅方法，好多所謂股市明燈或者有啲叫佢哋做呢個演員用各種嘅方法，有啲用呢個圖表分析法，有啲用技術走勢嘅分析，有啲咧又用基本因素嘅分析，譬如話佢市盈率有幾多佢嘅管理層又如何佢發展大計又點樣有冇前景盈利能力會唔會提高咧？咁之類呢啲基本因素，從呢方面嚟分析。亦都有啲咧，就根據每個月嘅上下波幅嗰個區間，大概每個月嘅波幅會有幾多點？咁嚟到推算呢個月嘅低點會去到邊度，高點會去到邊度等等，好多方法嚟到預測。咁有啲係準嘅，有啲係準嘅，但係唔係次次準啦。有啲咧就相當唔準，你信佢5成咧，都累到你雞毛鴨血，可能係嘛？咁即係説明咧，你話易經預測唔能夠100%。咁你而家現代嗰啲科學
嗰啲技術，又何嘗能夠做到100%呢？係咪？所以我哋要咁睇啊。咁呢度我舉咗2個例咧，大家可以慢慢嚟到去研究啊。譬如美國總統選舉，咁我就喺佢前一晚嚟測嘅，因為我覺得越係接近嗰件事發生嘅時間咧，即係最好係越係接近嘅時候至係嚟測。咁嗰陣時各方面嘅信息啊就比較齊備啦，唔會再發生咩大嘅新嘅變化。喺嗰陣時嚟測咧就會比較準確啲。如果你有時太早去測咧，佢後來會有啲變數嘅，咁你變嗰就影響你嗰個準程度嘅。呢個係我自己嘅體會嚟嘅。咁就喺前一晚測，咁結果就奧巴馬咧就進卦變為益卦，即係佢嘅第1爻、第4爻、第5爻嘅變，所謂動即係變，陽變陰，陰變陽。咁就佢原來係進卦，咁你哋睇下嗱，我啲嗰個卦爻畫都印埋出嚟，你可以睇到啦。當佢初爻、4爻、5爻一變咧，就變成益卦啦，係咪？所以呢個古人叫做進之益。所謂之咧，呢個唔係的嘅意思喎。之字啊，係古時候咧係有動詞嘅用法，有動詞嘅用法。之即係去，即係去嘅意思。你譬如李白一首詩嘅題目係嘛？黃鶴樓送孟浩然，知廣陵，有冇印象啊？佢個詩好出名㗎，好出名，寫得好好。咩送孟浩然知廣陵，所以知廣陵就係去廣陵。咁所以呢個進之益就係由進卦變為益卦嘅意思。咁古人都係用呢啲術語嘅。好啦，咁羅姆尼咧就由大畜卦變為損卦，即係佢3爻動就變為損卦。咁預測有好多種方法嘅，所以要靈活運用睇你自己嘅悟性啦。呢個就要冇話千篇一律嘅。譬如話可以用卦爻辭嚟測。咁我首先咧就睇佢嘅卦爻辭，雙方嘅卦爻辭，我覺得好難睇到話邊個實嘅。從卦爻辭都睇唔到佢哋好明顯嘅勝負高低。不過咧，稍微羅姆尼會蝕底啲，可能會蝕底啲，但係唔敢話十足把握我只係覺得。咁所以我就用卦爻辭見到佢2個好似旗鼓相當，咁就知道咧肯定係難分難解嘅啦，會鬥得。好啦，咁就要再深入一層嚟到去推算啦，嚟到分析啦。咁我首先從爻位嚟睇，即係佢嘅爻嘅位置。每個卦有6爻嘛，由下而上，一共有6個位置。奧巴馬佢就係3個爻變啊嘛，咁最重要嘅最後一個變爻，主要就係睇嗰個變爻，因為佢係最後變化嘅結果嚟嘅。咁佢嗰個爻啱係5爻，而5爻咧就係王者之位又叫做尊位亦都係天位嘅一部分，係一個皇位君位、尊位嗰個爻位。咁唔錯喎，係嘛？因為佢選總統啊嘛，所以都應到佢呢個內容嘅，應到呢個問題嘅。但係羅姆尼咧，佢就得一個爻變啦，咁就係3爻。咁3爻咧係屬於人位你哋睇嗰啲易經嘅嗰啲易傳就有講嘅有地位、人位、天位咁樣分開。咁3爻屬於人位，咁梗係唔夠君位、尊位咁好啦，係咪？係人神之位啫。再加上咧，古人咧
又有一個講法叫做三多空，就五多功。佢呢個其實亦都係從整本周易裏邊概括出嚟嘅。即係話三爻嗰啲卦爻辭嗰啲爻辭啊，好多時候都係空嘅。三爻嘅爻辭好多時候都係空，唔係咁好嘅。但係五爻啲爻辭好多時候都係好嘅，所以叫三多空五多功。咁佢啱就係一個就三，一個就五，咁你肯定就奧巴馬就肯定佔上風啦。咁呢個係一個分析，一個參考。好啦，為咗更加準確咧，就從卦名義同埋卦象再睇，全面啲，即係卦名、卦義同埋佢嘅卦象。咁進卦咧，佢卦義就係進，前進嘅進。佢嘅卦象咧就係日出騰天，光明漸盛啊！嚟到去比喻一種上升前進嘅態勢同態度。因為你睇睇佢呢個卦咧係上離下坤，上邊係離，即係八卦裏邊嘅離卦，下邊係坤，八卦嘅坤卦。咁離咧喺説卦裏邊都有講嘅，離就係日係明，離為日為明啊嘛，坤咧就係地。咁你睇下下邊係地，上面係太陽，咁咪即係表示個太陽慢慢升起啦，係嘛？所以叫卦名叫進，叫前進、升進。而離咧，八卦嘅離咧，又代表甲就過兵，因為佢係外堅中虛，即係外邊係好堅固嘅，所以好似人着咗啲裝甲咁樣，鐵甲威龍咁樣，外邊好堅。所以喺説卦裏邊有此一説。所以全個卦你可以睇睇個卦爻辭咧，都係講打仗嘅，打仗就意味住呢個選戰過程咧係會相當激烈。好啦，咁再睇睇啦，最後變化嘅結果啦，一個係益，一個係損，佢兩個啱顛倒嘅，所謂倒卦顛倒嘅，個意思亦都相反，損就係減少啦、失去啦，益就係增加啦、獲益啦。咁呢個最後結果，而羅姆尼所得嘅卦係大畜啊嘛，大畜咧本來唔錯嘅，佢卦意係大量積聚、大量蓄養，佢有錢佬嚟噶嘛，所以呢個符合佢嘅身份嘅。但係問題咧就係最後由大畜變為損，賠了夫人又折兵，冇賠到夫人個夫人同佢老公折兵啫，損失啲選舉經費咧，你話咁即係我當時就咁判斷啦，即係經過呢啲分析之後咧，就奧巴馬經過激烈嘅角逐咧，係由不斷升進而獲益，有蒸蒸日上嘅氣象，太陽升起，係嘛？羅姆尼咧就由大量積聚變為有所折損，即係差咗啦。所以兩者比較咧，就一損一益。咁羅姆尼咧睇嚟就輸緊啦，除非有咩特殊嘅意外發生，係咪？咁肯定奧巴馬勝出。咁到第二日咧，咁我當時就將呢個結果講咗俾好多朋友聽嘅，即係喺佢選舉之前講咗啦，睇下準唔準。咁到第二日選舉嘅過程同埋結果咧，真係真係。咁呢個卦因為最近嘅事，所以講得詳細啲。第二個咧，我就唔詳細分析啦。你哋可以有興趣話可以翻去慢慢研究。呢個係體育比賽嘅事。咁所以，我舉兩個例就可以睇到咧，易經係確實係有呢種預測能力。佢的確係能夠反映判斷自然社會同埋人事發展變化嘅一種特殊嘅推導系統，一套行之有效嘅程式。而家咧好多呢個方程式係嘛，計算公式嗰啲係用 A、B、C、D 嗰啲嚟表示，用數字嚟表示但係古人咧就係用卦爻辭同埋卦爻象去表示比較形象，比較具象，
嘅方式嚟表示，但係實際上佢都係一套程式，一套咁嘅推導系統。你唔好睇小佢啊！所以我認為佢係我哋先人嘅一項偉大發明，係值得保愛珍惜。千祈唔好將佢簡單咁樣認為迷信，係排斥。咁我頭先主要係講具體嘅例子，呢度就講一講道理啦。點解預測唔係迷信呢？係嘛？能知過去未來，邊有咁嘅能力啊？仲唔係迷信？其實唔係迷信，因為任何事物都有可測性。任何人都有預測能力。其實你譬如一早起身望個天，咦，可能會落雨喎，呢種咪預測啦，係嘛？你或者去到個餐廳打個餐牌一睇，點咗邊個餸拎到嚟，咦，聞下啲味好似，睇下個樣，你就梗係好啱食啦，好好味嘅，呢個都係預測喎，係嘛？你其實未食佢噶嘛，但係你可以知道佢點樣。呢啲咪預測啊！所以任何人其實都有預測能力，任何事物都有可測性。佢係有理由嘅，因為而家科學發達啦，研究到好精微、好細緻嘅啲物質結構，就可以知道咧，萬事萬物都係由粒子構成，而且呢啲粒子係不停運動變化，互相影響、互相作用，而且係無時無刻都發放緊訊息。不過我哋睇唔到點解嘅啫，係嘛？咁人嘅生理同埋心理系統咧，又有感知、吸納同埋適當處理呢啲信息嘅能力。有呢啲能力，唔係點解我哋知道今日會落雨，點會知啫？係嘛？其實我哋已經係吸取咗接受咗某啲嘅信息，然後再憑我哋嘅經驗去經過研究分析，得出咁嘅結果。就係一種預測，係嘛？就處理信息嘅能力，呢啲就係我哋對事物能夠遙感預知嘅一種物質同埋精神嘅基礎。所以預測唔神秘嘅，只要你能夠利用到恰當嘅工具同埋方法，同埋最好仲有經驗嘅幫助，強化，咁喺一定嘅時空裏邊你就能夠作出準確程度比較高嘅預測，比較高嘅預測。咁我哋講易經就係一個比較好嘅工具，比較好嘅工具。頭先我所講嘅，通過卦爻辭去分析，通過佢嘅爻位或者係卦名、卦義、卦象去分析，呢個都係一啲比較好嘅方法，行之有效，因為我主要係從實踐裏邊總結出嚟，我覺得係真係行之有效，係嘛？唔係得個講字。咁你有好嘅方法就得啦，所以我會能夠作出啲預測。其實咧，我哋頭先話任何人都有呢種能力啊，但係我哋對某啲人咧，對呢方面嘅要求特別高嘅，係嘛？譬如你政府嘅領袖包括我哋港府啲高官啊，或者對好多公司啊、企業啊嗰啲領軍人物啊，你一定呢啲人要佢有前瞻性，要佢有前瞻性，有預見能力，咁至會將工作做得好，咁至會減少失誤，係嘛？甚至可以立於不敗之地，所以對佢哋要求特別高。咁普通人咧亦都有呢個能力。不過咧，雖然係咁講，但係事情冇絕對嘅，因為事物嘅運動咧就唔係一條線咁樣直線咁樣進行，係呈現一種曲線。一種波動嘅形式，根據呢個愛因斯坦嘅相對論咧，呢個宇宙係好有秩序嘅，所以從宏觀嚟睇咧，佢係有序宇宙嘅運行，包括太陽系銀河系河外星系整個宇宙嘅運行係好有秩序，用佢嘅相對論嘅推導出嚟嘅公式。係可以計到嘅，
如果唔係嘅話，你啲人造衛星點發射咧？係嘛？點解咁準咧？降落月球而家仲去到火星，有得計㗎嘛？所以宏觀係有序，相對論就係教我哋咁樣。但係咧，咁呢個一方面啫噃。後來有人就發現啦，原來從微觀嚟睇咧，從粒子嘅運動嚟睇咧，無序嘅，好多時候係無序嘅，呢個係量子力學嘅一個理論。咁所以愛因斯坦咧，佢死都唔忿氣，佢話咩點會冇序？實係有序，佢到死都唔忿氣嘅，唔接受嘅對呢個後來呢個量子力學嘅理論。咁但係你冇辦法，你實際就係咁啦。所以量子力學咧就係一種所謂測不準嘅原理。你測量測度咧唔一定好準確，有時測唔準，因為佢無序，啲粒子嘅運動往往好多時候無序。咁咧你又唔好睇見佢無序喎，唔係亂咁嚟喎，因為佢有宏觀有序呢個框框，即係好似五指山你跳唔出噶嘛，係嘛？限住佢咧，佢微觀無序冇所謂嘅，而且仲有好處添。有乜好處啊？因為有序，所以就可以持續運作啦，不斷咁樣循環，不斷咁樣發展啦。但係咧，咁你唔係從古到今一直都係咁樣樣，唔會變。你有序啊嘛，都係按照嗰個公式、嗰個定律咁嘅程序去運行，咁始終唔會變。你譬如話我哋講嘢都係古人嘅語音同而家嘅語音同唔同啊？差好遠啦！所以有古音嘅研究，有中古音嘅研究，有近代語音嘅研究，有現代語音嘅研究，根本就唔同嘅，發展變化好大嘅。咁如果你真係咁有序，全部都係按照一個循環咁嘅方式嚟到進行，咁你永遠都唔變。孔子講嘅話，我哋而家會聽得懂。口音同我哋一樣，梗係唔係啦？你而家就南北，甚至有時加條街、加條河，啲口音都唔同啦。點解會唔同啊？點解事物會有發展、會有變化？包括語音又係咁樣，其他嘅萬事萬物都係咁，就係因為微觀無序。佢有時會出軌嘅，所以就有變化啦。就有變化，事物就係靠無序嘅運動先至會有發展變化嘅契機，至會有呢個契機。如果唔係，就永遠係一樣嘅啫，係咪？所以無序唔係壞事嚟嘅。咁當然啦，因為有序咧，所以就具有一種可測性。佢有序、有秩序、有規律，你然後就可以預測你唔係點測啫？但係咧，又因為佢無序，所以有時會測不準啦。頭先我話有有70%-80%，有70%都已經算唔錯。因為實際係咁佢有時就會測不準嘅。你同現代科學嚟講係測不準，從易經嚟講亦都有呢個現象，係咪？無法避免嘅。所以有一句話話：我哋只可以接近真理，就唔可能窮盡真理。乜都俾你知晒，乜嘢都俾你講中晒，你咪上帝，係咪？只能夠接近真理，唔可能窮盡真理。原因亦在於此，道理亦係咁樣，係嘛？呢個正係大千世界廣袤宇宙嗰種玄妙嘅地方，玄之又玄啊嘛，就係咁啦。咁呢個係講佢係占世書嘅問題啦，講占世嘅問題，我可以重點講一講嘅。如果就嚟夠鐘，請你睇一睇好嘛？好。咁以前咧，我依本書咧，我都係話佢係占世書嘅，喺3年出嘅本，都係講佢係占世書。但係我而家嘅觀點咧發展咗，我覺得淨係講占世書咧係唔係咁全面，唔係咁貼切咗，爭緊啲嘢。佢其實更加係一本百科全書，已經
係一本百科全書。佢係司馬遷漢朝嘅司馬遷寫《史記》，《史記》亦都係一本百科全書，唔係歷史書。我曾經有寫過文章嘅，我話《史記》不是史，我寫過幾篇，即係一個系列。我認為《史記》唔係歷史書，係百科全書。咁係喺中國係中國呢個《史記》史馬遷嘅《史記》以前嘅最早嘅一本百科全書，《易經》就係中國《史記》以前嘅最早一本百科全書。甚至可能喺世界上我冇真係搜集過咁多資料嘅研究到底其他國家情況有冇好早嘅百科全書咧？我唔敢講。但係就算佢唔係第一本都好啦，《易經》起碼都係最早嗰一批之一。喺世界嚟講，從百科全書嘅角度，如果唔係第一本嘅話，都係最早一批嘅一本。咁所以我哋有人稱佢係中華文化之源呢個都唔係講到好過分嘅，我認為呢個講法都可以接受。咁具體啲嚟講咧，就係以百科全書為體，就本體，就係以占筮為用，一本咁樣嘅性質奇特嘅典籍，有體有用嘛。古人講體就係佢本體本質，用咧就係佢嘅應用實用嗰方面。咁佢就係以百科全書為體，以占筮為用嘅一本性質非常之奇特嘅典籍，或者亦可以講咧，《易經》咧係一本用嚟占筮，但係充滿咗人事物情、史實、哲理同埋治國安民嘅方略即係方針、政策、理念咁樣嘅百科全書。所以從自然到社會，君政財民史哲禮公農醫係嘛仲有呢個宗教倫理婚姻家庭等等嘅內容，佢裏邊都有涉及嘅，都有講到嘅。古人所謂修齊治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係嘛？就係出嚟用勢貢獻社會，甚至領導群眾做國家領袖。咁呢啲咁嘅理念同埋方法咧，佢裏邊都有佢裏邊都有。咁正因為咁所以先至會令孔子一見傾心。孔子係到晚年至發現到呢本書至睇到呢本書，但係佢就一見傾心將佢視為寶典所謂52學譯嘛，佢話加我數年52學譯，可以無大過矣。學好易經咧就唔會犯咩大錯誤㗎。佢話馬王堆嗰啲出土資料咧有咁嘅記載，話孔子咧將易經隨時帶喺身邊坐則在席，行則在羅。即係喺屋企嘅時候咧，就放喺側邊放喺嗰張坐席，有時隻嚟坐咁放喺身邊。出門嘅時候咧，就帶喺個書包裏邊帶喺個書囊裏邊。當然有個書童跟住啦，係咪我哋而家都係自己孭背包多行則在羅，即係隨身攜帶，不離左右。咁會唔會係孔子因為喜歡占筮占算，所以就會喜歡呢本書咧？非也，正係相反。佢唔搞占筮嘅孔子，佢話不占而已。佢話唔占算，我唔占算。佢係中意嗰啲咩？中意佢啲內容中意佢啲內容。
所以咧，佢就由佢開始結合佢啲門人咧，就開創出一個以德義為先、研求哲理為主嘅咁嘅儒家派譯學。咁從佢開始咧，《易經》或者講《周易》咧，就唔係單止用嚟占筮啦，而係又變為一本哲理書啦，一本哲理書啦。咁孔子發展出呢一派咁嘅哲學咧，就為中國嘅哲學發展就開創出一個新嘅門徑，咁可見《易經》嘅性質應該咁樣去定義，咁樣去認識，咁樣去把握，我認為至準確、至全面、至合理。咁我以前呢本書咧，仲係淨係講咗占筮，而家我認為唔係，佢仲有一本百科全書，而且係好有用、好有深度嘅咁嘅著作。好啦，呢個係第一個大問題，第一個大問題。第二個問題咧，就本來係一啲屬於基礎嘅知識啦，大家睇個題目係嘛？名義架構咁但係實際上咧，裏邊可能都有少少東西要提一提嘅，有啲要提一提，就譬如個易點叫易咧，咁有好多種解釋，你哋可以睇好多書，有好多種解釋。咁我呢度只講我認為啱嘅嗰種解釋。個古文字咧就係咁樣樣，你哋可以睇個印出嚟嗰份嘅。其實咧，佢就係一個太陽，俾啲雲遮住，但係咧偶然又露出一啲光芒，閃下閃下咁樣，乍明乍暗，忽陰忽晴，係嘛？就係咁嘅意思。咁樣呢個字咧，後來咧就寫做日字邊一個易嘅。呢個意思後來就專門創咗個字就日字邊，然後一個易，亦都係讀易。咁我哋而家講啲易經呢個字咧，就係佢嘅所謂古本字，係佢原來嗰個字，就表示陰晴不定嘅意思。由呢個意思咧，就引申就指變化啦、更替啦、交換啦，係嘛？所以變易啦，更易啦、交易啦。而家啲交易交易所係嘛？交易咧，就係由陰晴不定呢個意思咧引申發展嚟嘅。咁呢啲都係動詞，佢由動詞咧又進一步咧用做名詞，用到名詞之後咧就成為咗上古一類書嘅統稱，就專門講變化嘅呢一類書嘅統稱都叫做易。譬如我哋喺周禮呢本書裏邊咧，就可以睇到有咁嘅講法啦。就話呢個所謂大卜，即係泰大元泰係一個字嚟嘅，喺古時候。泰卜咧就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就秋收冬藏嗰個藏。三曰周易，咁就有三種占算利用變易嚟到占算嘅方法，有三本書嘅就係。咁而家一般嚟講咧，一般嘅觀點咧認為連山就係夏朝嘅易書，歸藏就係商代嘅易書，周易就係周朝嘅易書，所以叫做周易。咁呢三種書咧，可能我只能夠係講可能，因為連山同埋連山完全就冇乜影跡啦，極少佢嘅遺文啦，都有少少嘅傳落嚟，但唔知真定假。歸藏咧，而家就發現咗啲多啲，但係都好唔完整，所以我哋只能夠話可能，就係呢三本書可能都係用呢種64卦卦爻嘅結構同埋佢嘅變換
嚟到去表象事物嘅存在方式同埋發展嘅態勢，因為佢動感十足啊，哈哈！存在同埋發展都係喐噶嘛，因為佢動感十足，變化經常，所以統稱為三易。呢啲書都叫做易，就係變化之書。咁後來連山歸藏咧就係散失咗啦，只係保留咗一啲好零碎嘅資料。咁剩翻周易咧就係好完整，相當完整，一枝獨秀保存翻落嚟。所以喺典籍裏面咧就用易就代表咗周易，代表咗周易。咁另外咧，呢個就係三易啦，係嘛？頭先講咗易，又講咗三易，然後咧再講埋易經同易傳或者講易傳，易傳或者易傳呢個關係。咁本來易經又叫做周易，其實佢最早就叫做周易，因為佢冇經傳之分嘅，就係一本就係周易，佢只有嗰啲卦形，64卦卦形圖像同埋卦爻辭就叫周易。咁點解收尾又叫易經咧？原來到咗孔子同埋佢嘅門人咧，就孔子經常發表佢嘅偉論，佢見解同埋心得對於周易嘅研究，咁由佢門人記錄落嚟咧，就寫成咗一啲嘅篇章，譬如文言說卦序卦繫辭等等，一共有7種，有10篇咁多，即係流傳落嚟嘅啫噃。呢啲係其實當時就唔止咁多，保存得完整嘅就係呢啲，咁就稱為10易啦。所以易咧就係語易，即係輔助正文嘅意思，即係其實就係注解平息一種導讀咁嘅作用對周易。好啦，咁周易咧就成為咗儒家全集嘅一個主要嘅經典啦，因為所以咧就俾佢嗰啲儒家嘅弟子咧就專稱為經啦，就叫做易經。喺戰國時候已經有呢個名稱㗎啦，有六經，有六經。咁10易咧係幫助閱讀㗎嘛，所以就叫做傳啦，就叫做易傳。呢個傳咧係名詞，有詮釋、疏解即係對佢注釋嗰啲意思嘅。咁到咗漢朝獨尊儒術嘅時候咧，咁成本周易咧就包括咗經同埋傳兩部分嘅內容。其中易經咧就指原來嘅周易，即係64個卦形同埋卦爻辭。易傳咧就係指其他嗰啲注解周易嘅嗰啲篇章。咁好多人都好重視易傳，當然佢係值得重視，因為佢係最早嘅一批注解。但係咧不可不知，佢呢個所謂早咧係相對嚟講嘅。其實咧，易傳嘅成篇已經距離周易問世有好幾百年，所以佢哋嘅解釋係咪好準確咧？甚至有啲係的確係孔子嘅觀點，但係咪句句是真理咧？一句頂10000句咧？咁緊要咧？非也，唔係。其實好多咧係借題發揮嘅，引申附會，甚至有啲講錯咗嘅都有，所以咧你唔好咁迷信對易傳。我又講過一句話，我話夫子之言不可盡信。講夫子嘅話咧，唔係真係句句都咁準嘅。特別喺呢個解釋周易嘅時候咧，我發現佢好多都係好似噏得出嚟噏咁嗰一類，或者係講從佢一啲某啲嘅理念、某啲哲學理念嚟到去加以附會都有。但係當然咧，亦都有啲好準確，因為佢到底比較接近嗰個時代啊嘛。
咁所以咧，我即係中華下個月印出嚟嗰本書咧，我個重點都係放喺易經度。咁易傳嗰啲正確嘅值得參考嘅意見啊、內容啊、觀點，我都會將佢收埋喺嗰啲解釋裏邊嘅。但係就唔會專門單獨到一篇一篇咁嚟到去翻譯啊、去注釋啊，就好似有啲外邊嗰啲書咁樣易傳佢亦都每篇咁樣譯注啊，我覺得冇乜必要。你吸取咗佢合理嘅、正確嘅內容，你就融會喺你自己嘅解釋裏面就夠啦。呢個係第二個大問題。最後一個大問題咧就比較實際一啲嘅，就點樣讀易經就應該點樣讀易經？我哋睇坊間好多書店，包括中華都好多關於易經嘅著作、周易嘅著作。我又唔怕得罪人，我可以咁講，本本都有錯，爭在錯多定錯少。包括咩錯呢？首先一個就係點樣斷句，所謂斷句，即係每一句應該讀到邊度，借一句，邊度借一句，因為佢原先冇標點㗎嘛。靠你後來啲人嚟將佢標點嘅啫嘛。喺邊度停，喺邊度停，喺邊度一句，邊度應該逗號，邊度句號，邊度分號、冒號等等。首先一個錯誤呢，就係標點好多都錯，好多都錯，而且錯誤不少。呢個此其一。第二呢，易經因為佢係韻文嚟嘅，押韻嘅，所以佢係用詩歌句法。而詩歌句法咧同散文句法，所謂散文句法即係我哋平時寫文章或者講嘢嗰陣時嗰啲常用嘅句法，就係散文句法。係有唔同嘅，有時甚至個分歧都好大。咁所以咧，如果你唔辨識得到呢種句法，佢邊啲係同散文句法，邊啲係唔同，係邊啲係用詩歌嘅特殊嘅句法，你辨識唔到咧，你如果用散文句法去理解佢嗰啲詩歌句法嘅文句咧，你亦都會搞錯。呢個第二個問題，句法嘅問題，一個標點嘅問題搞錯。第二個句法有啲嘢搞錯。第三個咧，一啲詞，我唔講咁多詞，就係講一個虛詞，因為佢係上古漢語，好古老嘅漢語，所以當時嘅詞嘅用法同而家咧好多唔同，特別係虛詞一路用到而家，譬如個於字，而家都有用噶，但係實際上咧嗰陣時嘅用法咧，某啲方面咧同而家唔同，一陣間我會舉啊。咁你如果用而家嘅觀點去睇，甚至係後來嗰啲古文嘅用法去睇，都唔得，有時都會錯，有時都會錯。所以就包括咗標點，即係斷句、句法同埋虛詞呢三個問題。咁坊間嘅文本唔少，呢三方面都有錯。咁所以我哋要好好咁樣讀通易經，好正確理解易經，首先就要解決呢啲問題。一個就係正確標點嘅問題，正確標點嘅問題。咁應該點樣標點呢？好多人咧都係按個人對文意嘅理解，佢認為應該係咁嘅意思喎，呢句就喺嗰度斷，嗰度應該係一句，嗰度應該係一句。佢根據佢自己嘅理解嚟填嘅，好多都係咁。呢個就係散文句法去填，其實係根據散文，因為常用嘅句法，佢最熟嗰種句法，佢根據佢嚟去填。咁呢個唔得嘅。當然有啲係一樣，但係有啲唔同。有啲甚至完全不同都有。咁因為佢係用韻㗎嘛，所以首先咧，我哋讀易經嘅時候，首先必須要注意佢嘅韻位，即係邊度押韻，邊度押韻，邊度就喺邊度停。你而家睇啲詩歌詞曲係嘛，都係根據韻位
押韻嘅地方，跟住佢韻腳係停頓噶嘛。易經亦都係一樣，但係咧坊間嘅讀本咧，我接觸嗰啲咧我唔敢話100%，但係起碼我接觸嘅100%都冇做到呢一點，都冇做到呢一點，冇意識到呢一點去做。咁譬如我呢度只舉一個例，譬如蒙卦六三爻辭，勿用取女，見金。呢個係我嘅標點啊！見金夫不有功，無由利。咁一般嘅標點係點啊？你哋可以隨便呢度有冇？呢度應該有嚇。你隨便揾一本嚟睇啊，都係見金夫不有功絕大多數都係咁嘅，都係見金夫不有功。咁就將個金夫咧，就解釋為有錢人啦，一個有啲係解釋為著到全身披甲嘅嗰啲咁嘅武士啦，即係軍人啦、軍官啦。有啲甚至將佢解釋為靚仔都有我睇到有一本將金夫解成為好漂亮靚仔。咁嘅意思係咩咧？變咗解成係你唔好娶嗰個女仔啊！佢一見到啲有錢人或者見到其他靚仔或者見到嗰啲軍官佢就冇咗自己㗎啦。所以冇自己即係投懷送抱跟人走所以冇利㗎，你千祈唔好娶佢好容易變心即係好多係呢一類嘅解釋。當然有啲唔同嘅但係逢親見金夫咧都係類似係咁嘅意思。但係高亨先生咧，佢有周易古經今注同埋周易大傳今注，好似係嘛？周易大傳今注，唯一佢係意識到見金喺個金字度停唯一係佢呢一本意識到喺個金字度停頓。不過佢就夫不有功，個夫字咧佢冇停到，冇頓好，冇停到，夫不有功冇有利。咁我認為咧仲係差少少，但係呢個差少少咧就唔妨礙我哋對佢嘅內容嘅理解，只不過咧就係仲係未能夠完全按韻位嚟標點咁解嘅啫。點解咁講咧？嗱，因為佢呢個女字女字同個夫字係同韻嘅。呢個韻就係古韻啦，頭先講個古今嘅語音變化好大，係嘛？所以只能夠講古韻，當時嘅韻，啲古音樂學家研究出嚟嘅呢啲係女同埋夫咧都係屬於餘部，同一個韻部係押韻嘅，而金同埋宮咧又係押韻嘅，都係屬於古韻嘅親部所以女金夫宮呢啲都係韻位，因此都需要停頓。咁嗰個夫不有功咧，呢一句咧就個意思就完整嘅，所以你中間斷開咧，如果你用逗號或者用句號咧就唔得，係嘛？所以只能夠用頓號表示呢個係主語，夫不有功，停頓一下，係咁嘅意思嘅啫。咁我認為點解要咁點咧？因為係應該咁翻譯，唔好娶嗰個女仔你見到啲錢銀即係見到嗰啲嫁妝佢陪嫁咪有彩禮噶嘛所以見金呢啲金就係指個彩禮，呢個係高亨先生嘅意見嚟嘅，我採納咗嘅見到女方嗰個嫁妝咧，丈夫就會冇命噶啦，你唔好娶個女仔，你一收到佢嫁妝，你就冇命所以冇利嘅，不利嘅咁之後個女仔克夫不過大家要注意當時呢個克夫嘅觀念可能同而家唔同，因為佢當時易經嗰時代咧，仲未有後來到春秋戰國以後，特別漢朝以後咁多嗰啲咁嘅方術搞到咩五行生克嗰啲嘢，嗰陣時仲未有，所以佢個克夫咧主要就係佢認為個女子嘅身體太強壯
因為點解我咁講啊？佢易經另外有一卦嘅卦辭咧，亦都係物用取類。前面係講女壯物用取類，有呢一個卦辭，即係個女子身體太強壯啦，你唔好娶佢，你唔好娶佢，咁嘅意思。所以呢度所謂克夫其實可能係指呢個方面，不過唔管點都好啦，反正就係、就應該咁樣標點同埋去理解。如果按啲人咩見金夫咁去標點咧，就變咗嗰個一個就失咗運啦，係嘛？失咗運個公字冇得押韻。第二個咧個意思唔連貫，分咗兩橛。其實咧佢呢個意思係連貫嘅，前邊就先下一個判斷，即係嗱你唔好娶嗰個女仔啊，唔好娶嗰個女仔啊。點解唔好娶咧？下邊就講原因啦，因為嗰個女克夫所以不利，咁意思就好順嘅，好順暢，好連貫嘅。而家變咗係物用取女，就男方嚟講話你唔好娶嗰個女仔。見金夫不有功咧，就講咗一個女嘅方面，變咗分成兩橛啦，係嘛？前後不一，咁幾方面夾埋咧，就可以知道咁樣斷句係錯嘅。咁我呢度只係舉一個例，即係説明要依韻嚟到標點，依韻標點。第二個啦，呢個係標點嘅問題。第二個係句法嘅問題。句法嘅問題咧，我講我易經係韻文，所以用詩歌句法。詩歌句法咧同散文句法咧係有唔同嘅，有相同嘅地方，但係好多時候有唔同。特別好多詩歌咧，啲詩句往係顛三倒四，係嘛？好似亂嚟，亂噏都得嘅，係嘛？你譬如杜甫詩香道啄魚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呢個好出名㗎啦。佢將嗰啲詞序冚唪唥搞亂晒嘅，冚唪唥顛倒晒。如果你按照個詞序嚟翻譯呢句話咧，就根本唔通。香道啲稻米點會去啄嗰啲鸚鵡咧？應該係鸚鵡啄啲稻米就係㗎嘛，所以調亂晒，係嘛？你譬如新詩都係咁噶，輕輕的我走了，就如我輕輕的來，係嘛？你睇廣告都成日有呢兩句嘅。佢呢個就係徐志摩嗰個再別康橋嗰度嚟噶嘛，揮揮手不帶走一片雲彩嘛。咁你講嘢會唔會咁講咧？平時輕輕的我走了，你話我輕輕嘅走咗啦，你最多咁我輕輕走咗啦。個輕輕係放喺個我字後邊嘅，係放喺個動詞前邊係修飾嗰個動詞。但係佢喺新詩裏邊咧，為咗強調突出呢個輕輕呢個詞義，亦都造成一種比較特別嘅節奏。咁佢就將佢提到去最前，輕輕的我走了，就如我輕輕的來，係嘛？啲歌詞亦都一樣，歌就係詩，詩係歌，歌詞係嘛？有時都古靈精怪咁，你覺得係嘛？等你等你等你，一世一世等你，我真的真的不願捨棄。等你等你等你，你平時唔會咁講，你同人約會啊，你同男朋友啊，同你女朋友約會，你會唔會等你等你等你啊？佢以為你黐咗線，嚇到唔敢去。唱歌就可以咁樣唱，你仲覺得佢好有型添，係咪？所以呢個詩歌句法同文學句同呢個散文句法唔同。咁易經裏邊咧有啲地方就用咗詩歌句法，但係啲人唔理解，所以就搞錯。呢個我可以舉一個最常見嘅例，亦都係好重要嘅一個例就係第一卦乾卦，係嘛？乾卦有潛龍勿用啦，現龍在田啦，飛龍在天啦，亢龍有悔啦，現群龍無首啦，係嘛？
咪有呢啲咁嘅爻辭咯，有啲咁嘅爻辭。咁你可以隨便攞一本嚟睇睇，睇下佢係點翻譯嘅。你哋認為應該點翻譯啊？你哋自己諗諗。潛龍勿用係嘛？有首歌都叫潛龍勿用啦。我係點翻譯咧？潛龍就潛伏的龍，就係咁譯，就按翻佢原來嘅詞序。潛龍就潛伏的龍，現龍咧呢個可以讀見又可以讀現，古時候係一個字啊。咁你如果讀成見咧，見龍在田，即係喺田野上咧就睇到條龍喺個田野上，就睇到條龍。或者現咧，你讀個現咧就現龍在田，現出一條龍，現出一條龍喺個田度，或者係出現一條龍喺個田度，又係咁解。飛龍在田咧，高飛嘅龍，呢個飛龍。亦做高飛嘅龍，就係按翻佢詞序嚟解。再有亢龍有悔咧，亢龍就話飛到極高處嘅龍，個亢就係高亢嘅意思啊嘛，好高，飛到極高處嘅龍。現群龍咧，有啲係見群龍，有啲當做咁即係睇到好多龍，睇到一群龍，都係咁譯嘅。你唔信，你可以隨便翻嚟睇睇。佢就係按翻散文嘅句法，唔意識到呢個係用咗詩歌句法，所以佢咁翻譯。其實咧，呢個係一個主謂顛倒嘅一個咁嘅句子，係主謂倒裝嘅句子。所以潛龍即係龍潛，龍潛伏住，唔好喐，不要行動，勿用。龍潛伏着，不要行動。現龍在田呢，就係龍現，係龍出現喺田野。飛龍在田呢，係龍飛於天，係龍高飛到天上。龍飛到天上，係龍飛呢個意思。亢龍有悔呢個亢龍呢，就係龍亢，隻龍高飛遠舉，飛到太高啦。飛到極高嘅地方，條龍飛到極高嘅地方。咁現群龍無首呢個現群龍呢，就係群龍現，群龍一起出現，冇為首嘅，即係冇一個帶頭嘅。大家同心合作，地位平等，咁嘅意思。咁呢個爻辭咧，其實就係同《易經》嘅寫作年代有關嘅。咁我喺度唔講啦，咁即係話咧，呢啲係主謂倒裝句，係詩歌嘅常用嘅一啲句法。我哋可以用《詩經》嚟做下比較㗎。你譬如《詩經》，大家好熟悉嘅《七月》呢首詩，聽過未啊？《詩經》七月，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係嘛？一開頭呢兩句，咁你讀到好熟啦。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好對稱嘅對偶喎，好有藝術性。但係實際上佢意思咧，佢嘅句法咧就唔係流火，而係火流，係火星向西流。七月嘅時候，火星向西流，本來係火流。但係佢而家將個主謂顛倒咗，就變咗流火。點解佢要作呢種咁嘅倒裝咧？就係為咗同第二句九月授衣呢個授衣呢個動賓結構嚟到對偶，等佢更加整齊，藝術性更強一啲，係嘛？如果七月火流，九月授衣，咁就唔對稱啦。佢話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流火係動賓，授衣又好似係動賓，兩個都動賓，咪對稱。
但係實際上係火蠟。咁由此我哋可知咧，呢啲咁嘅句法咧係而家你忽略咗咧，你就解錯，咁呢度舉一個例。最後一種情況咧就講詞義嘅理解啦。詞嘅理解咧，我主要係講虛詞，我呢度亦都係舉一個例啫。譬如話呢個於字，一般咧就係在嘅意思啦，或者到嘅向嘅意思啦，係一個介詞，叫做介詞。但係除咗只喺上古漢語裏邊咧，後來就冇㗎啦，呢種用法就係上古時候有，西周晚期都仲有，大概東周時候都仲有，再遲啲就冇啦。漢朝以後就冇咁用㗎啦。佢哋點用咧？佢係做連詞，即係和啊、與啊、及啊咁嘅意思，並列嘅連詞。咁喺《詩經》裏邊有咁嘅例子，喺《今文》《甲骨文》裏邊都有咁嘅用法。咁我呢度就唔舉例啦，我只係舉一個易經嘅例，就震卦嘅上六爻，震不於其功，與其律。震不於其功，與其律。咁呢個咩意思咧？幾乎係所有嘅讀本都係將呢個於兩個於係解成一樣嘅，都係介詞。即係話個震就係雷啊，雷霆啊，打雷啊，行雷啊，即係話個雷咧就冇打到佢自己，但係咧就打落佢隔離。個雷啊就冇劈到佢，就劈咗落佢隔離。啲人就咁理解，震不於其功，即係震於其倫啦，係嘛？震不於其功，就震於其倫，就劈喺佢隔離。咁呢個按照而家嘅用法，於字常見嘅用法嚟解。但係實際上咧，好多時候喺上古漢語裏面，兩個於字咁樣連用咧，就係一個介詞，一個連詞。今文、甲骨文、詩經都有咁嘅例子，易經呢個亦都係，而且唔止一個例啊！易經起碼有兩個例，我呢度舉一個啫。後一個於咧應該解做與或者和嘅意思，係並列連詞。咁即係話咧，就係話雷霆咧就冇打中佢同埋佢嘅鄰居，即係佢同埋佢隔離鄰舍都冇事，都冇俾雷劈，冇俾雷公劈，就係咁嘅意思。咁你解成冇劈到自己，劈咗佢隔離，咁你話同唔同嘅意思同唔同啊？兩句差好遠啊嘛，咁如果你啱你用佢嚟尖算到呢一爻，咁個隔離鄰舍走都走唔切啦，嚇到走都走唔切啊！你要劈到隔離喎，係咪？所以就同原意大相徑庭啦。好啦，今晚咧我主要就係講呢三個大問題，舉少少嘅例子，同大家一齊所謂分享啊！你哋好中意講分享同大家分享。咁睇下各位有咩指教或者有咩問題，可以一齊嚟討論。係咁，好多謝周教授同我哋講咗咁多周易嘅一啲新嘅睇法啦。咁咧而家呢個時間咧都係一個 Q&A 嘅，大家咧即係好想知道究竟周易或者易經啦係點樣卜啲卦，或者對於呢一個有其他問題都可以而家去問嘅。另外人民哲學會咧都會有一個捐獻箱咧，咁就會傳一傳嘅捐獻袋，咁就即係支持翻佢哋個會嘅一啲營運啊，因為佢哋都係一齊去邀請唔同嘅講者去嚟到去講，即係有呢個嘅講座嘅。咁一陣間如果傳到埋嚟，咁就可以按感動就去
捐獻啦。咁而家就係一個Q&A 嘅時間，咁大家有問題可以歡迎好熱烈咁樣即係問下周教授嘅。周教授，係。咁咧話説而家市面上咧，唔知有冇一啲即係嗰啲節目咧，就係話去占嗰個今年2012年冬至嗰個卦咧，會係點樣樣啊？諸如此類，唔知有冇聽過咧？世界末日係嘛？係類似咁嘅傳說咯。所以你哋下個月咧，你同人哋見面你就唔好話聖誕快樂，或者係新年快樂，你就話末日快樂，咁就啱啦。咁既然快樂啦，咁啊梗係唔會啦。我認為唔會出現呢個情況，不過我未算過啊。我認為唔會出現啊。我口痕問下。我又隨便答一答，其實答你唔到。我想問如果占個卦咁啦，即係舉個例咁啦。係。如果我係呢個王維基咁，我做咗呢個電視台咁樣，或者陳志宏要打一個官司咁樣，咁又係遇到兩個卦，即係見龍在田。咁點解釋咧？見龍再田，同佢嘅處境咁用呢個周易咁你會點樣演繹？即係其實我唔係演繹嗰啲卦象咧，真係由個人佢點樣講嘅啫嘛。咁我會點講咧？係咪你算過？係咪你算到咁樣？係啦嚇。你算到咁樣？係啦。或者佢算咗兩個都係見龍在田。唔係，係咪真正係算到咁先？係嚇。兩個人都係。係啦。因為我未算過。如果我算到咧，我可能會答得到你。你而家咁樣，你話同佢哋算，咁有冇變爻咧？就係呢個係變爻。有當呢個有變爻啦嚇。其實變爻呢咁深，我都唔係幾理解點樣變。但係我只係感覺到就係話，其實有機會你好多時都係，譬如你都係咩見龍在田啊，或者咩狂龍有悔啲，呢啲會出現喺呢啲咁嘅事件身上㗎嘛。咁就咁出現，咁你點解釋點解？嗱，我同我自己嘅實踐去講一講我嘅經驗啊。我覺得咧，往往用易經去占筮去預測咧，你問嗰個問題，同佢俾你嗰個卦爻象或者卦爻辭咧，好多時候真係有關聯。好多時候真係有關聯，好得意嘅。你譬如奧巴馬，佢要做總統嘛，佢就俾咗個五爻俾佢，就係王者之位。我同台灣算馬英九又係五爻嘅。當時係算咗佢五爻。同埋佢啲卦爻辭有啲都同佢呢啲有關。咁所以你而家一下咁樣問咧，因為我對呢兩件事咧有冇好仔細好深入咁樣了解過陳志宏先生、王維基先生佢哋啲情況啊，或者佢哋點啊？咁你一下咁樣問咧，咁我好難答得到你。除非我自己對佢哋有所了解，我又算到呢一爻，咁我可能就會有一定嘅體悟。係嘛？我想要俾多一個睇法，就係話嗰啲易經咧有啲深度咧。你可以睇幾唔明啊！但係坊間亦好多書咧，寫都費事寫喎，用漫畫嚟當講咗㗎啦，都用漫畫嚟講。咁漫畫嗰啲可唔可以參考下嘅咧？漫畫。即係咩標點啊、咩詩歌都冇啦，用漫畫啫嘛，係咪先？即係用漫畫嚟做咩啊？係啊，咁你漫畫嚟表示易經嘅喎有啲。咁你即係咪變咗好似嗰啲咩塔羅牌啊咁咯？佢嗰啲都係公仔嚟㗎。即係佢方便你，即係佢可能太深嘅嘢，佢就用咗漫畫嚟話俾你聽，就唔再注意咩詩歌啊、咩詞啊咩。我覺得呢種咁樣嘅漫畫化嘅方法咧，就可能偶然會碰巧會可以解釋得到。但係我唔主張，即係我認為。唔一定會解釋得到，好多時候，因為佢太隨意啦，太隨意。因為我覺得你真係要預測得準咧，你要好專注，好專注。你即係要吸收到
有關對象發放出嚟嘅信息，然後至有可能有準確嘅答案，就唔係隨便我哋畫個公仔或者點樣啊就可以得到嘅。所以點解有啲人算得準，有啲人算唔準呢？就係呢個原因。因此你頭先講啊問我咁樣，我算到咁樣，我唔知佢哋兩個人嘅情況係點，我吸收唔到呢啲信息啊。咁而且你呢個花牛像亦都唔係我自己算出嚟嘅，所以我哋一下好難解釋好。或者你翻去再睇一睇書，或者睇下我呢本書可以，你睇睇我係點解釋嘅，咁你睇下能唔能夠將佢同佢呢兩個人嘅有關嘅問題將佢聯繫起上嚟去理解嚇。如果你仲係解決唔到咧，你可以將你嘅問題咧通過中華書局去轉俾我，我再同你研究啊。係嘅，其實我想問啊，即係問之前咧，要唔要做啲咩工，即係preparation 嗰啲情，即係有咩嘢要準備或者要健身啊之類嗰啲咁嘢，要唔要做啲咩嘢？呢個朱熹佢係一個所謂誓義啊，朱熹你睇佢本注解周易嗰本著作咧，佢有呢部分，即係教人哋點樣占誓事先又要點樣淨身潔身要搞到好必恭必敬咁樣，好多儀式嘅。我認為咧就唔需要，但係你一定要專注，要集中個精神。寧靜致遠啊嘛，古人所謂。你唔寧靜就唔能夠致遠。你唔集中唔專注咧，往往就擾亂咗啲信息咧，就唔一定準確。咁其實我同某君咧，可能嗰個 answer 係即係啱啱相反㗎嘛，係咪？咁係點解咧？佢大家都係咁專注啊，但係佢 check 出嚟嗰個 result 係啱係相反嘅。咁係呢個係關鍵在邊度？關鍵一個功力問題啦，一個經驗問題啦，都有影響嘅。你話大家都係咁專注咁我即係以你呢個假設做前提啊。咁可能佢有啲人就諗咗第二度咧，係咪啊？或者有啲其他干擾咧，你唔知㗎嘛。我同意你呢個假設先，咁可能就係一個功力悟性經驗呢啲都有啲影響，係咯。即係呢個要慢慢實踐多啲，積累嘅，係咯教授我想請教下啫，因為我唔識運讀嘅，咁我想用呢本書咧係學一啲哲學。咁我可以咧透過好似乾卦呢個例子咧，我應該係點樣去理解佢裡面嘅哲理咧？例如好似話見龍在田，點解會係利見大人咧？咁同埋航點解會有悔咧？咁如果係嘅，我又應該點樣做咧？可唔可以指教下啲？嗱，呢個卦咧，我而家係有新嘅理解嘅，即係過去一般就係講用一條龍嘅變化係代表呢個天，係嘛？即係四時嘅運行代表呢個自然界嘅運行，代表天嘅運行。咁你亦都可以去咁樣去理解，但係事實上咧，作者喺寫呢本書嘅時候，呢一卦佢係用嚟代表咗周朝從佢未建立到開始建立到發展到非常成功，然後走下坡路，係表現呢個過程。呢個同佢作者有關。我最近研究出到底係邊個作嘅，咩時候作嘅？其實呢個卦咧就係所謂潛龍，即係講周人最初係喺度積蓄緊力量，就唔敢太張揚，喺度積蓄力量。後來咧現龍在田咧就慢慢露出啲頭角啦，所謂利見大人，呢個大人係貴人啦，亦都可以講係嗰啲君王之類啦。因為佢當時周係從屬於商朝噶嘛，係屬於商朝嗰啲諸侯嚟嘅嘛，
咁所以咧就要即係為商朝服務啊，或者係見用於呢個朝廷啊，有咁嘅意思，即係開始露頭角。因為周文王後來就俾商王就任命為統領西部諸侯嘅一個主管嚟嘅，所以佢就係即係宴龍在田啦，就利見大人啦，就係咁嘅意思，就開始露頭角，露頭角。咁後來幾個爻咧就係即係逐步發展，到最後就飛龍在天，就係滅武王伐紂，滅咗佢，建立咗周朝，揚眉吐氣，係嘛？揚眉吐氣，咁呢個最鼎盛嘅時候，呢個相當於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文武成康嘛，文王已經死咗啦，武王、成王、康王，呢個係周朝最鼎盛嘅時候，西周。跟住咧，昭王、穆王，就開始走下坡路啦。昭王、穆王、公王、夷王，夷王，呢啲就一路走下坡路。到厲王咧，就敗家仔啦，幾乎斷送咗整個西周王朝，俾啲國民起義啊，造反啊，將佢打到一鋪個窿。逃亡咗去第二個地方，變咗朝中無主，所以就亢龍有悔啦嗰陣時就，所以亢龍啊飛到太高啦條龍，太張牙舞爪一滯啦，得意忘形一滯啦，結果咪撞板咯，撞板咪所以咪好多悔恨煩惱咯，咪有悔咯。咁然後咧就現群龍無首，就係一個共和嘅時期。周朝咪有一個西周厲王之後，國人起義之後，就一個共和嘅時期叫做共和咧，就有諸侯，包括周公、少公，仲有一個叫做公柏王幾個人，俾啲諸侯推舉出嚟領導呢個政權，暫時渡過呢個危機。所以群龍無首啊！當時冇一個係皇帝，冇一個係君主。係幾個人共同嚟管理呢個政權，所以就群龍無首。但係就吉利嘅，因為佢哋維係翻呢個政權，鞏固翻呢個所謂帝統，呢個周朝嘅命脈，將佢鞏固翻。咁然後後來周宣王啦，就有咗宣王嗰個所謂中興啦。呢個就後事啦，就係易經涉及唔到噶啦，睇唔到噶啦。咁所以乾卦其實就係描述周朝或者講周族人從呢個最初積聚力量，後來到逐步發展，然後咧建立周朝，發揚光大，然後咧又走向下坡。呢個咁嘅過程，咁雖然佢係寫得咁具體啫，但係你理解就可以唔係咁具體噶嘛，係嘛？所謂形象大於思想啊嘛，唔係，係形象，思想大於形象呢個係點啊？形象大於思想，即係反正就係佢呢啲卦辭好具體嘅，有啲形象呈現出嚟。但係你可以從唔同嘅方面去理解、去發揮、去聯想，係嘛？即係一個人嘅發展又係咁樣，到得意忘形嘅時候咧，你就過龍啦，過猶不及啦，就走下坡。一個國家又咁樣，係嘛？你譬如美國人，最初就蘇聯冧咗，咁佢哋以為係獨一無二，全世界可以想點就點，係嘛？飛龍在天，人人都要聽佢笛，咁結果入侵阿富汗、入侵伊拉克，咁最後咪搞到焦頭爛額咩？到而家都係一個爛攤子擺喺度，咁啊亢龍有悔啦，亢龍有悔啦，呢啲你又可以咁理解。咁你個人嘅經歷亦都可以代入去，
睇下從中能夠受到啲咩啟發，係嘛？即係要點樣嚟到去修養自己啊，修練自己啊，或者係點樣加強某一方面嘅呢個知識，或者加強某一方面嘅修養啊，嚟到提高自己同埋遇到順境嘅時候應該點樣，遇到逆境嘅時候又應該點樣，咁佢都俾你好多啟發，呢啲都係哲理嚟㗎，係嘛？但係佢原來嘅具體嘅意思就係我頭先講嘅，但係你嘅聯想發揮，咁你就可以推廣到好多方面，推廣到好多方面。其實成部易經都係咁嘅，係咪？所以我話孔子佢有時就係就係咁啦，佢根據佢自己嘅理念，根據佢自己嘅主張嗰度義理所謂去發揮。咁你亦都可以㗎，你做第二個孔子都得㗎，你可以去發揮我覺得就係咁。周教授，想請問你個人點睇像素型同埋義理呢兩個唔同範疇嘅嘢？呢兩個範疇咧，其實佢就聯繫得好緊密嘅，因為佢嘅掛牛詞咧，同佢嘅掛牛像係結合得好緊嘅。以前古人就講話詞從象出啊嘛，佢嘅掛牛詞係根據掛牛像嚟到去編寫，咁我覺得係有道理嘅，有道理。所以你唔好脱離開嚟研究咧。你譬如做占筮嘅時候，你都係兩方面都要參考。首先你參考掛牛詞先。如果佢俾你嘅答案已經係好鮮明㗎啦，咁你就已經用掛牛詞去解決都得啦。但係有時候咧，正如我頭先奧巴馬嗰度咧，從掛牛詞咧就睇唔到好明顯嘅高低勝負，咁你再參考佢掛牛像啦，或者爻位呢啲咪數咯，掛像嗰啲咪象咯，象數咯，咁就可以結合起上嚟。但係後世咧，佢譬如配文去捕捉嗰啲信息嗰啲，你又覺得呢啲可唔可信咧？呢方面咧，老實講我冇咩特別研究啦。我覺得因為後世將佢附會得太多，搞到太複雜，我覺得冇乜必要。所以我話我係易經嘅原教旨主義者，我就主張從易經裏邊嚟到去理解就夠啦。佢已經包含好多東西，好豐富啦。你研究好耐都吸取不盡嘅，我就係咁睇。咁但係亦都唔能夠一概排斥其他嘅。不過我冇研究，所以我冇乜發言權。我想問咧，例如你好似嗰個震不於其功於其嗰度嗰個咧，我點樣可以學到分辨佢嗰個會係喺佢嗰個句子裏邊會係點解？呢個咧就要講一定嘅有古漢語嘅知識啊！呢個真係即係對一般讀者就好難有咁嘅要求啦，係咪？人要有咁嘅知識好難。但係你作為周易嘅研究者，你又要出書，又要教人，咁嘅話你就自己就應該有啲修養，係嘛？如果唔係你就誤導讀者，係咪咧？你自己都冇掌握好，你自己都搞錯，咁你又話俾人聽係咁，咁就唔好啦。但係對一般讀者嚟講，我哋唔會有咁嘅要求，係咪？所以你哋選嗰啲讀本咧，亦都要擇善而從咯。咁你當然佢有時某一句講得唔啱，唔等於話佢全本都唔得嘅，佢好多地方都仲係啱嘅，係嘛？不過你就取其精華就係啦，即係好多都可以參考。佢好多可能有時佢有啲獨得之見都唔定嘅，咁你可以參考。但係咧就即係我頭先講嘅嗰幾方面，
咁你可以逐步增加自己呢方面嘅知識。即係如果你有志於要研究易經嘅話，你就一定要增進上古時候嘅呢種文化嘅知識、語言嘅知識、文學嘅知識，一定要用啊！請問除咗閣下嘅著作之外咧，有冇其他大師級嘅著作又比較淺白嘅可以介紹俾人去睇？請你講除咗閣下嘅著作之外咧，閣下啊，你講。教授，咁香港有冇或者國內有冇其他大師級屬於易經研究嘅著作？佢又寫得比較淺白啲，亦都可以同時攞嚟參考作為嗱我自己嘅體會，因為太多啦，所以我又唔係話睇好多嚇，因為實際上好多層層相因嘅，我知道。咁但係我自己入門嚇，我講我自己入門，我自己睇，我覺得寫得比較好嘅就係頭先我講個高亨先生，佢有兩本書，而家仲有印嘅，中華書局都有嘅應該。一本就係《周易古經今注》，一本就係《周易大傳今注》。因為大傳即係易傳，呢兩本佢有埋語譯嘅，即係譯埋做白話嘅。當然高亨先生過咗身啦，有時嗰啲語譯咧就可能仲係有啲文言化，但係就好淺白。我覺得佢寫得唔錯嘅，即係好多觀點都值得參考。當然亦都有啲唔係100%啦，呢啲冇人咁講啦。我自己都唔係100%㗎，因為我而家不斷發現有新嘅睇法嘅，真係好得意嘅。想問下教授，你即係點解咁有對呢個易經咁有興趣咧？開始嘅時候，你即係有咩嘢係吸引到你去研究易經？嗱，我可以老實咁講，頭先我話文王之後啊，個名有周易兩個字，呢個就揾嚟講嘅啫。我其實咧，我係搞古漢語嘅最初，因為我嘅專業以前我讀研究生嘅時候嘅專業就係搞古漢語。咁因為易經咧就係上古漢語嘅著作啊嘛，所以我最初對佢有興趣咧，就主要係從語言學呢個角度嚟睇佢。咁但係睇下咧，又對佢內容變咗有興趣。咁但係我最初都唔信嗰啲占筮嘅，我完全唔信，可以講絕對唔信。咁點解收尾又信咧？而家仲咁有興趣咧，就主要有啲朋友嘅影響，而且佢哋有興趣，而且又提供一啲個案、一啲實例俾我，即係有啲好準嘅喎，點咁嘅情況提供啲俾我睇下，好似幾得意喎，咁自己再去鑽研一下，慢慢嘅實踐一下，咁慢慢積累，就係咁嚟咯。其實我冇師傅㗎，係靠自己嘅啫，自學嘅啫，可以講。咁你喺研究易經嘅時候咧，主要係參考啲咩上古嘅其他嘅書？主要參考其他上古嘅書。咁關於上古嘅文化嗰啲著作啦，上古文化，同埋古代漢語又有啲專門嘅著作嘅，譬如黃歷先生以前都有寫過啊嘛，黃歷先生有關於古漢語嘅讀本啊，咁都唔少。其實而家都好多嘅。我都話呢啲好多係大同小異，你即係唔一定話某一個人個本字可以睇，有時就即係所謂後來居上又好，或者後出轉精又好，因為佢後人可以參考前人嗰啲，再加啲嘢咁啫嘛。咁所以有時新出嗰啲都可以睇，一啲古代漢語嘅內容嘅書啦，介紹即係嗰啲語法詞彙嗰啲知識。上古代文化嘅書而家都唔少嘅，應該係咯，你可以自己選擇。如果冇問題嘅話，咁我哋即係好多謝周教授咧，今日俾咗一個好精彩嘅演講俾我哋啦。
咁我哋都即係俾啲掌聲。咁我哋中華書局咧都有少少紀念品咧，想俾翻周教授嘅。咁有請我哋中華書局嘅董事總經理趙東賢博士。咁好多謝大家即係參與我哋今次嘅第13講啦。咁其實今次咧就係我哋今年嘅最後一講啦。咁但係咧，其實我哋下年啊，或者係之後都繼續會有一啲嘅講座啦。咁我哋都想邀請翻同我哋一齊合辦嘅人文哲學會嘅會長劉桂標博士咧，咁都同大家去講幾句咁。周教授你好，各位好，咁咧就即係我哋今晚係最後一講啦嚇，咁所以都即係禮貌上都即係嚇我哋講一啲即係總結啦，或者嚇即係咁最後都係俾中華書局咁樣嚇，我哋人文學會講先啦嚇。咁其實就第一講都即係都有啲即係開場白啦嚇，咁但係嗰陣時講嘅嘢有啲側重點唔同啦，因為未開始咁樣都即係有少少戰戰兢兢啦，都唔敢話點樣太過。即係樂觀或者即係太過即係有啲咩預測咁樣啊，因為驚到時搞得唔好咁樣啊，都唔敢話即係花下海口要做啲乜嘢咁樣啊。咁啊，但係今日最後一講咧就即係塵埃落定啊，即係話我哋搞得好唔好、成敗各方面咁樣。咁可以講翻一啲最初一啲諗法咁樣啊。其實最初搞呢個講座咧，其實都真係有啲即係不閉奸嘅一個心理啊。咁點解？因為即係香港係一個商業社會啦。即係始終係即係商業性咧就好受歡迎啊！咁但係啲人文科學啊呢啲嘢咧就不嬲都即係被冷落㗎。即係我哋搞嗰啲咁嘅講座，唔係嗰啲即係娛樂性嗰啲啊，即係嗰啲有商業性啊。如果我哋搞一啲歌舞啊咩江南 style 嗰啲，可以好多人係嘛？咁但係搞啲咩人文啊學科啊咁樣中華經典特別古典咁樣啊，即係現代香港人有幾多有興趣咧咁樣？即係當時我哋都有一個好大疑問，覺得會唔會即係搞到好似即係冷冷清清咁樣，小貓3、4隻咁樣啊？咁但係都即係一方面都係好多講者嘅努力啦，即係大準講得好好啊，深入淺出咁樣。咁另一方面咧都係大家嗰個支持好緊要，因為基本上咧過半數嘅啲講座都滿座，好似今晚都滿座啦，即係都坐滿啊，同埋好多講都係滿座咁樣啊。咁所以睇到其實咧即係。香港人唔係就係話好功利嘅，即係中意一啲現實啊，即係娛樂性啲嘢啊。其實人文價值嘅嘢咧，其實大家都即係好中意。不過咧，即係有冇一啲團體或者機構咁樣啊，真係走出嚟去搞咧咁樣啊？咁我哋今次可以話一個好好嘅一個證明咧，就係其實香港人咧係關心人文學科、人文價值嘅，唔係就話即係揾錢啊、即係享受啊呢一啲咁樣啊。咁所以咧，即係頭先即係陳小姐都講啦，即係我哋兩個機構咧喺出年會再合作再辦咁樣。咁所以咧，即係如果用翻頭先周教授講易經嘅一啲即係講法咧，即係其實呢個就係一啲所謂辯證法嗰類啦，譬如物極必反啊、彼極太來啊等等咁樣啊。即係所以我哋呢個結束咧，其實好似係一個新嘅開始啊！因為我哋即係有13講嘅經驗咧。即係我哋可以即係雖然都辦得即係相當理想啦，即係好多講座都滿座，嚟講即係做得好好咁樣。咁但係很明顯就再有推進空間㗎，因為其實中華即係我哋呢個即係經典系列咧，其實仲有好多書係未出嘅。我哋出咗嚟嘅少數㗎咋，譬如包括我自己都要寫㗎，即係都未寫咁樣啊。咁所以我哋喺第二輯即係第2批、第3批書出咗之後咧，再去即係推出咁就由即係原來嘅作者去講咧，應該比而家更加好咁樣嚇。再加上譬如地方可以揾啲更加即係多人流大啲嘅咁樣，譬如起碼即係學海書樓嗰度可能都要調節一下，因為嗰度始終細一啲咁樣啊，即係好多時都唔夠坐咁樣啊。咁另外就係即係講者方面，再有冇即係一啲即係好權威性啊，或者好即係出色嘅學者，我哋揾到咧咁樣，咁呢度係有啲改進嘅。咁所以我哋今次嘅嗰個完結咧，可以話一個新嘅開始啊！我哋下年新嘅一輯咧，應該比我哋今年應該辦得更加好嘅嚇。不過到時大家即係希望大家即係繼續支持啦。咁就另外咧，即係當然支持我哋呢個講座之外咧，
即係我諗我哋兩個機構，我諗即係大家都有目共睹啦，我哋都係好誠意，即係做一啲人文學科、人文價值嘅推廣嘅。咁雖然我哋個重點有唔同啦，譬如中華呢度就係主要喺書籍出版嗰方面，咁我哋人文咧主要喺啲課程或者講座方面咁樣啊。咁就但係即係都即係喺中華經典嘅推廣嗰度咧係殊途同歸㗎嚇。咁所以我哋兩個機構嘅各方面嘅嗰啲即係喺人文學科嘅推廣咧，希望大家都支持，唔係就話等出年即係而家暫定係9月嘅，出年9月我哋辦新一輯嘅即係嗰個講座。咁但係之間我哋兩個機構都會有好多其他嘅活動㗎，譬如都係人文學科方面。咁所以咧，即係希望大家愛屋及烏啦，即係我哋呢個講座之外咧，譬如中華出第二啲嘅即係人文學科嘅書，甚至現代甚至西方嘅書，或者我哋人文都係啦，即係推一啲即係唔係就係中華經典嘅啲講座咧，希望大家都即係多多支持啊！咁我哋來年9月咧再見啊！到時咧希望咧有個更加好嘅開始啊！咁我講到呢度啊，多謝各位。劉教授，咁咧而家我哋都請我哋中華書局嘅總經理趙東曉先生咧，咁都會同我哋講幾句嘅。謝謝周教授，謝謝劉先生，各位好，我們這個講座呢，中華經典閱讀從2個月前的《論語》開始，到今天晚上的《易經》結束，應該說一個很完美的過程，13講。每一講我們都請來了這門學科呢香港最權威的這個學者來講授的，應該說受到了很大的好評。有一些讀者給我們說，通過這13講，都感覺到這個店越來越成為油麻地的文化地標了，真的是對我們很大的鼓勵啊。那麼今年是我們中華書局的100周年，饒宗頤先生對我講說，一個書店辦100年是很不容易的，很厲害。我們後來就想，他為什麼這麼高的評價呢？其實呢，就是我們中華書局一代又一代的傳人都是在中國傳統文化這方面不斷的研究、出版、傳播，就一直在做這樣一件事情。中國的傳統文化博大精深，我們不說那麼大的概念了，其實每天去讀它，對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我們的人生都有莫大的幫助。所以我們中華書局一直努力的就是做這樣一件事情，弘揚中華文化就是我們的一個創舉宗旨，100年前提出來的。那麼呢，我們為了迎接我們今年的100年，我們專門策劃了一套書，從那麼浩瀚的這個中國傳統文化裏邊挑出了52種經典，結集出版，我們把它叫做新視野中華經典文庫。這52種為什麼叫新視野、新角度呢？因為這個經典文庫的每一本書的導讀的作者，我們主要都請的是香港的最知名的學者和海外的學者，希望他們和過去的大陸更多的研究有所不同，主要是台灣海外香港這些學者從一個新的角度來重新詮釋那些曾經的經典。這套書呢，我們到後年會出齊。就是為了配合這套書，我們策劃了一個大型的活動，我們把它叫做中華100年講壇，就希望起碼每一本書我們都要舉辦1次講座，或許還有些書我們舉辦要2次、3次講座。這樣呢，通過講座，通過我們的作者，通過我們的書，把它們結合起來，找這麼一個空間，大家一起來。剛才范先生說，就聽一聽書，讀一讀書，來一起品一品書，營造這麼一個文化的氛圍。希望大家通過這些活動越來越喜歡我們中華的傳統文化。我們明年已經準備好了新的講座，我們繼續會和人文學院合作把我們這個講座越辦越好。希望以後你們多多支持，謝謝。咁咧，頭先都講咗咧，我哋繼續都會有呢啲講座嘅。咁喺下一個星期三咧，12月5號咧，咁我哋都請咗陳古應教授咧，就會有一個即係有關老莊思想嘅一個講座。咁我哋都
聽到反應好熱烈啊，80個位其實都滿咗啦。不過咧，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咧，都可以嚟到我哋油麻地中華書局去旁聽嘅。咁時間都係7點至9點嘅。咁之後咧，再響12月16號星期日咧嘅下晝2至4點咧，喺我哋油麻地中華書局咧都會有許志東教授講嘅莫言為什麼獲諾貝爾文學獎。咁呢一個就可能就係最新嘅一個即係喺文學界裏面最新一個獎項，係由莫言先生佢攞到啦。咁都可以大家可以支持下，聽下究竟即係文學獎點解會由莫言先生去得到啦。咁之後繼續咧，響下年嘅3月至5月咧，我哋都會繼續同歷史學會辦咗一系列香港專題嘅講座嘅。咁到時咧都好想大家都可以嚟到，咁詳情咧可以繼續留意我哋中華書局嘅網頁。咁今日咧真係好多謝大家嚟到呢個講座，希望大家都可以繼續參加，繼續支持，多謝晒。